中央社巴塞隆纳24日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1日指出，美国需要透过竞争而不是设法封杀对手来取得行动通讯技术的成功领先。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今天表示，川普言论是清晰且正确的。路透社报道，川普21日在推特 Twitter 的贴文，并没有具体提到陷于网络安全风暴中的华为 Huawei， 但他的贴文可能被各界视为美国政府对于华为态度的软化。西班牙巴塞隆纳举办的世界行动通讯大会 MWC 开幕前，郭平透过翻译表示：“我注意到川普的推特，他说美国需要更快且更智能化的 5G， 未来甚至需要 6G。他了解到美国在这项领域的落后，我认为他的讯息是清晰且正确的。”郭平还强调，华为从来没有也绝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在公司设备中植入后门。对于川普可能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华为进入美国市场的风险，郭平指出，那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这么做。他还说，这项举动将损害华为在美国的部分客户。译者陈彦君，108-0225。